后来乡亲啊，婚林岛南即间100年的庙是顺安宫，在地人拢称呼是菜宝妈，讲这其中有故事哦。咱就做伙来听菜宝妈的由来。岛南顺安宫嘛，方称作是菜宝妈。庙方说明，会安尼称呼，其实甲因庙的位置和做事人的生活关系有真侪关系。咱这边算农业社会吼，若寒天到吼，拢会种一寡菜啦吼，食袂去的，摕出来晒菜干、菜刀啊、菜脯。哦，来乡客会甲伊买菜脯，甚至拜妈祖安尼。来到庙路口卖菜脯含种菜店家，业者讲，经常少伫咧遮卖超过30-40年，自从疫情过，生意才渐渐变歹。你若较庄脚去葫芦，大家拢也去餐厅办，加减做，啊，要食都有啊，30-40年有啊啦。大家囡仔拢细汉啊，即马大家囡仔拢差不多拢40外岁啊。便若要花妈祖生庙里拢会提供在地的农特产点心，邀请民众有机会过来吃，感受因充满生活感的妈祖信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